他的手在平台，他打起手灯，他的主场，几笔灯头灯忘了情歌，只能帮他的主偶，天气变高，他的舞走，他把起手灯，他的主菜，想把路外的你等到手，定路旁他的主偶，谁个？手龙外在的也着你也的复仇的眼包，最上气的那个书包，这在发财，在发财。大车站。他的手在平台，他打起手灯，他的主场，几笔灯头灯忘了情歌，只能帮他的主偶，天气变高，他的舞走，他把起手灯，他的主菜，想把路外的你等到手，定路旁他的主偶，谁个？手龙外在的也着你也的复仇的眼包，最上气的那个书包，这在发财，在发财。大车站。任何好玩有趣的原住民大小事，包在米大身上。米大广播电台与你分享最欢乐的米大大小事。咱们上课啦！大家晚安 ，Hello， 我是小恩。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苏明的妹妹结婚啦！阿妹不竟然有旁边的声音呀，没错。就是今天呢，在不管今天开始是什么，一定要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哈娜结婚啦。这是我们顺便等其他人进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小恩其实看到一个非常酷的景象是，我们常常跟苏命的妹妹哈娜就是一起在办公室会见面，但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哈娜穿上礼服的样子的时候。等下也可以问问看苏明的心情是什么，真的很动容，而且第一次看到就是苏明的爸爸跟哈娜一起就是做了一些很感动的举动，就是可能爸爸也不常做，然后哈娜也第一次看到一些举动，其实真的很感动。OK， 我们可能扯远了 ，OK， 但今天第一件事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哈娜的喜事，没错，恭喜恭喜！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因为前几次的米大广播电台，让小恩觉得，就是有越来越好的气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真的完全是用聊天的方式跟大家好好聊聊。Hello， 现在朋友打招呼，耶、Hello。那今天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俗命最近的公开行程，大家知道有哪些吗？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是在我们南投集集的草根音乐节。那在今年草根音乐节，俗命会在现场进行演出公开活动，而且会有我们就是当下会有表演，所以如果在南投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草根音乐节啦。接下来呢，就是不止这个公开活动，在其实4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就是机会可以看到俗命进行公开的演出，所以大家如果假日是有时间的，欢迎一定要来找俗命。那去哪里可以找？跟大家讲个好消息，不管今天在北部、中部、南部，这次都有机会遇到俗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礼拜呢，俗命的高伟勋巡回演唱会，俗命跟高伟勋即将来到台南、台中、高雄进行演出，所以有买票朋友不要错过。这次在高伟勋的巡回演唱会，小恩记得这次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活动是明信片，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有想说什么话，可以在我们这次的演出中把明信片把你想说的话写上去。OK， 那高伟勋他也会回复您，就是你的心事、你的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这样子。OK， 所以这次呢，在下个礼拜、这个礼拜。这2件事非常重要，就是公开活动，俗命的公开活动，不管是集集草根音乐节，还是高伟勋巡回演唱会。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变更的地方，要跟大家稍微就是分享一下。不知道线上有没有购买就是勋巡回高伟勋巡回女巫店的朋友。我们本来预计是在5月3号礼拜五，就是有我们表演时间有更正。那这次更正的时间是在9点半到11点，在这边跟线上的朋友先说一声。那之后也会在高伟勋或是相关的平台上将这个时间更正的时间跟大家说。OK， 那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我看到加农呀 ，Hello， 要注意一下，因为时间有变动。那我们之后也会公告啊，这很重要，因为这次演出不只有俗命，也会有伟勋女巫店，还有就另外特别的编制啊，这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那不知道现在考验一下。线上的后天就要开始了，线上有人知道是什么吗？后天就开始咯，就是很重要的大活动。来看看有没有人知道？OK， 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来，等大家，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一个活动呢，其实我们为了这个活动去了非常多地方。如果你有在粉丝专页，甚至在我们的社团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一些照片，那其实也还有影片，甚至你到当下还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东西，而这么多的东西其实是来自于米大伙伴跟俗命一起共同去经营完成，甚至我们跟非常多厉害的人合作。那当然这次合作的就是比较主要的人不是小恩，所以今天呀，有看到，有，今天有看到有人说了，没错，就是我们的文博会。我们今年的文博会呢，我们米大跟我们的草字头还有 Plan B 一同策划了台东馆的规划，但这个场馆非常大，而且展期从后天到5月5号。不止这样子，中途我们还有在每个周末进行相关的展演，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难得这个机会，那小恩就邀请了我们的同事、伙伴，然后一起就是稍微聊聊这一件事，所以就欢迎我们的好，欢迎耶！阿豪你好 ，Hello， 你好，大比好，我第一次上节目啊，第一次上节目，你不是说你上过吗？好啦，这不重要，重视这次文博会。
米大应该也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跑往各地，对吧？有啊，小恩也跟着跑了。这个小恩有跟着跑，但是不止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在这次文博会里面。那因为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想要跟让大家提前先知道，所以如果你有收听米大广播平台的这个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有福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次非常多的内容，我们等下就请阿豪来跟我们就是稍微说一下，可以吗？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对，就是我们后天就会有文博会展出了。那这一次文博会其实蛮特别的，可能有一些要怎么讲，文青吗？或是一些同温层可能会曾经在过去几年都有参加文博会。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今年文博会开始会有一些地方展馆。那地方展馆的话，今年有台东馆，然后有屏东馆、台南馆跟桃园馆。这也刚好跟几个地方政府有去配合到，所以今年算是首创先例，开始会有这样的地方展馆。那当然，当文化部那时候在提到台东馆的时候，还蛮容易就想到说，署命他在地其实还蛮久的，那也知道说署命有去经营阿米斯音乐节，也知道可能米大在台东的人脉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可能会更贴合在地性，所以其实这一次台东馆在后来我们也很顺利成为这样的一个策展单位，那也很幸运的可以跟 Plan B 第二计划或者是草字头一起合作。怎样？你在笑什么？就我很棒，因为回答的超级认真，耶！我们线上给阿豪掌声。没讲完了，你要把没有了，还没开始，还没结束，还没结束。只是我真的难得看到以后这么认真在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应该不止这些吧？其实有一些当下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吗？你说当下什么感受？就是如果你今天我们走到了华山，来到了台东馆，你有什么感受之类的？其实那时候想到台东馆，当然大家想到博览会嘛，文化博览会，大家当然会觉得说，可能进去展馆里面会看到很多看板啊、文字啊、刊物啊，然后陈列一堆有的没的，然后讲可能台东有多棒有多好。其实那时候会觉得说，这太不符合台东的特性了，所以这一次大家讨论了很久，就觉得说，那台东可以干嘛？我们不是要用文字去陈述，因为台东不是用文字来去理解的，台东是要用感受来去感觉的，对。然后所以这一次我们定调了一个叫做感受一下这样的主题。那感受一下，其实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进来台东馆的时候，无论走进来，从气味。你闻得到，或是看得到，然后去看到说，不同的画面，不同的味道，那大家可以再从一些可能影像上啊、图片上啊，大家去慢慢去理解说什么样才是台东生活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策展会以诚实感受的方式，希望透过可能物件的采集，还有音乐的编辑。那音乐当然音乐部分是完完全由署命操刀，这次署命其实音乐还花蛮多时间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问这个问题。音乐吗？不是，什么事情？就是讲了这么多，还是要帮就是我们的不管朋友粉丝说一个，署命会有表演吗？署命4月24其实开幕，好，我偷偷的讲，但是大家可以进去参观。署命4月24。大概中午12点多，但确切时间不见得，只是中午12点多那段时间他会上台表演。那他会在台东馆4月24中午会有个表演。那同时5月4号下午4点，署命其实有一场演讲。那这场演讲也是希望署命可以以在地人的身份来跟大家聊聊台东的生活或是台东的魅力。对，他5月4号那一天是演讲。那另外的话，5月5号，署命不会在台东馆，署命会在就是华山的4联动那边演变舞台那边，署命会有一场压轴的演出，会基本上是在5月5号的下午6点半，压轴演出，对，所以准备了很不一样的编制在这次演出上吗？会很热闹，大概台上会有10多个人吧，10多个人在台上。其实
不管是署名的演出，这次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在假日有很多系列的活动，而且我们邀请了非常非常多就是相关的，应该说我们在业界的朋友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而且重点是这一次文博会，应该是之前是不用钱。不用钱，对，只有周末活动只有2个 DIY 手工坊，因为一些材料费，所以要钱。那 DIY 对，可能要提早报名哦，可以上网看那个台湾文博会台东馆感受一下的那个活动页面，可以直接在上面报名。我看到有人帮我们就是贴那个资讯了。OK， 5月4号，6点。拼凑台对，5月4号的演讲4点，然后5月5号的6点半在演变舞台。OK， 所以现在在线上的听众们有没有记得这2个时间？其实不止这2个时间，小恩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在下个礼拜开始，应该说从这个礼拜开始，署名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演出。帮大家整理一下，来，有人的话可以帮我做笔记在上面。OK， 我们从后天开始，文博会第1天，署名就演出啊，开幕演出嘛。对，好，开幕演出之外，在4月27号有集集的草根音乐节。那在我们这个礼拜呢，有3个场地在高伟勋巡回演唱会，顺便会跟高伟勋出现。所以在这个礼拜不管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文博会，甚至是南投草根音乐节，都可以看到署名演出。如果4月27、28署名在中部嘛，那4月27、28北部的朋友下不去的话，可以来文博会，因为我4月27、28一样有活动，这活动也要米大办的，然后所以下不去，大家可以去文博会参加活动。虽然我讲这个有点奇怪，不过大家如果想要认识米大的伙伴们，欢迎来到文博会，你就可以抓到我们。应该全部都会上场，甚至在舞台上。主持人正在留言中。喂嘿，好啊，所以我们欢迎来看一下，就是文博会的主持人，我要先讲3首，主持人会看到是米大的伙伴。整个展馆的音乐是署名做的，等一下署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他怎么做展馆音乐，还蛮酷的。展馆的音乐吗？对，还蛮酷的。所以这是有特别的规划，有特别的规划，署名从来没做过这种东西。好，没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留给等一下的拉铁粉问问题哦。刚好讲到这个，就顺便跟大家说，在这一次拉铁粉问问题，现在还有机会哦。如果你有在我们的拉铁粉社团留言哦，那一篇文章下面留言问问题的话，这次都有机会抽到署名从旧金山带回来的小礼物。所以现在在线上45个朋友，这些朋友不要错过，现在去留言都还来得及，我们都有机会抽到署名从旧金山带回来的小礼物。好，那今天我们文博会先暂时讲到这边，谢谢哦。公开演出之外，4月份其实我们已经一路满到月底了。那在5月份呢，米大有一个自办型的大型活动，一定要跟大家说哦，就是海边的孩子。但今天为什么说今天是来聊天？因为既然讲到海边孩子，就不能只有我啊，所以我们欢迎海边孩子。这次呢，我们主要规划的伙伴，欢迎努努耶。其实喂，嗨。好凶哦。OK， 好，那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一次呢，海边的孩子，等一下，我们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米大广播电台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系列叫署名 Talk Time。那在这个 Talk Time 呢，我们会邀请署名，这一次会邀请署名跟我们海边的孩子表演者一起来聊天，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也可以就是听听我们表演者就是唱歌的感觉。OK， 那这次努努想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很认真在回复那个粉丝的讯息。好的，还是要跟大家聊天吧。好，请说。就是这一次海边的孩子，如果大家知道，他就是为了原住民音乐人，对，就是我们的新生代去特别举办的一个大型的演出活动。那能不能最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海边孩子这个活动？我觉得大比问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刚才面临一个算是一个报告了，然后也被问了同样的问题。那我觉得简单来说，海边的孩子就现在而言，我们希望它可以会是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是让
所有有梦对音乐有梦的，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非原住民的朋友，那只要他觉得他的音乐是有台湾的文化，是比较像是原住民的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我们都希望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可以让他们去实践自己的梦想，甚至是让他们的音乐可以被更多人听到。OK， 我们今天第二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伙伴跟大家就是现身说明了，没错，海边的孩子这次除了给这些朋友们一个展演的平台之外，其实在今年我们有一个看到主视觉的话，如果你有机会点进去海边的孩子粉丝专页，你可以看到这些主视觉非常漂亮。对，有点我们的设计师先离开了啦，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大概前几天的贴文而已。我们有就是我把跟设计师我们之前在讨论整个视觉设计的过程，包括他的原稿，就很大方的，就是跟大家分享，而且可以去看一下。包括我就有一张图非常的可爱，就是他本来设计师觉得，因为跟海边嘛会想到海滩，就会想说，那我要找他要制作一些跟海滩相关的元素。殊不知他的河豚设计好像双蛋瓦斯，然后海鸥好像是对，不知道是鸡还是什么鸭，反正就是它其实蛮可爱的啦。但设计师自己设计完之后，他就觉得我要时长，但好像跟他心中想象的那个不符这样子。那对，大概有了几张图，大概前后比较去说，大概整个设计的过程到最后定稿的那个想法跟他的经历跟他的做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设计有兴趣的啦，或是对于这次主视觉有兴趣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花一点心思去看一下，对，不要想要看到图片就马上划掉，就是我还是有一些内文的说明啦齁。OK， 好，那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为什么？因为你不管现在线上的所有朋友，你都有机会拿到海边的孩子门票。为什么？因为这一次在海边的孩子里面，我们有特别设定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有在全台各地放下我们海边的孩子的库卡，没错。然后对这一点也是，就如果线上刚好也有那种行销宣传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肺腑真言啊，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啊，也都欢迎就是提供给我们，因为今年也是一直在想说，过去好像海边的孩子在宣传这样的一个讯息，我自己是没有经验过库卡啦，但总觉得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然后也希望不要讯息都可能放在网络上，你也知道大家可能资讯轰炸，然后如果不是那种按什么抢先看的啊，就是一定会很容易就被忽略掉了。那我们就想说，做一张库卡，它除了显示资讯之外，我们就想它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表演者直接放上去，直接让有经过的歌迷也好，或甚至是校园的学生，他们可能看不到海边孩子是什么，但是可能他可以上网查完之后，他可以他觉得不管是有听过或者没听过，他至少看了我们的介绍，然后也看了他在网络上表演的影片之后，他可以就直接先选，他觉得哪一个表演者是他心目中的海边的孩子，或是他比较喜欢的创作乐团这样子。OK， 但其实小恩，我觉得小恩是天使，小恩要跟大家自己说，小恩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次如果你有办法，我在我们的世界各地、台湾各地拿到海边孩子的库卡，你可以拍照，写下你觉得，你也可以4组都写，你写下你觉得你就是支持的那一组，然后拍照上传到海边的孩子的粉丝专页，有一篇文章下面留言，你就有机会在今年的海边孩子抽到2张门票。为什么2张一定要带伴来啊？这么精彩的活动，一次就送2张。很精彩，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各地如果是学校，也可以是 follow 我们海边孩子的粉丝专页，都有机会抽到门票。那如果没有办法过去的话，其实还有个方法，你记得吗？就是你直接分享就好了啦。OK， 对，所以我们只要直接分享文章，都有机会抽到就是这2张门票。所以不管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就是你不管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或者本来就知道，对，赶快邀请你的朋友来，然后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都有机会在今年的三创5月18号三创 Clever Studio 听到我们今年海边孩子的演出。OK， 好，那我们再次就谢谢露露咯，耶哈！
拜拜。很难得，这次除了小恩之外，还有小恩的伙伴们一起来跟大家聊天。那这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最近米大应该说很快，时间很快就会发生的大活动，大家认识。OK， 那当然，这次米大广播电台有一个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留到最后，在这一次广播电台的最后呢，我们会有与你分享署名他在3月份的新歌。那4月份的新歌什么时候呢？4月份的新歌就在我们4月30号跟大家做分享。所以2019啊，署名的新专辑其实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历程。那不止这一件事情，就相信像是小恩刚刚所说的，在拉铁粉问问题这个期间，欢迎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到拉铁粉上面问问题，你只要有问题我们都会回答，不止回答，还会有机会送你署名从旧金山回来的小礼物。 OK， 那这部大部分就是今天米大广播电台的就是最前面的一个趴，米大大小事的分享。 OK， 分享时间就到这边啦。好，那接下来呢，4月下旬呢，米大的活动如果刚刚有记说时间点，也可以帮我回复在刚刚的留言栏里面，让大家知道有没有可能有些朋友是从刚才进来的。好，那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一起玩乐哦。那下个礼拜跟这个礼拜都有我们演出的身影，这次跟大家分享。那最后呢，在我们的米大大小事的分享结束之后，这边小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文博会这次的宣传影片。如果你不了解文博会宣传影片，可以让你看到这次文博会计划非常多精彩的活动。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关于文博会这次 Culture on the Movie 文化动动动。Hello， 欢迎回到米大广播电台。现在时间晚上9点28分，我们来到了下一个 part 单元，叫做署名 Talk Time。Hello， 线上朋友，先打招呼。我们即将要来跟就是大家做这一次广播电台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邀请署名跟我们这次邀请的来宾海边孩子的表演者与大家分享。那大家可以先听听看我们这个背后的音乐。有没有感受到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没有错，这一次这首歌是来自于外乐团的《错过》这一首歌。那外乐团其实非常非常厉害哦，等一下都有机会让外乐团的鼓手来跟大家分享，光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先说出来了。这次我们邀请到外乐团的光和跟署名一起来分享他们的音乐之路，所以呢，如果有在 follow 海边孩子的朋友，或你第一次听到，或者是之前就知道的，都可以在现在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听听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所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署名跟光和耶吼！Hello， 大家好，我是署名，我旁边的是大家好，我是外乐团的鼓手，我叫光和。嗨，早早，大家不知道在网络上有什么留言发言吗？有，我这边都有在跑。你们也可以留言啦，要不然我不知道，我们好像在
跟墙壁在讲话。就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在这边留。哦，我已经看到一个留言了，哇哦，我的偶像哇宣黑哥，哎，哇谢谢宣黑哥，我每天都在听你的歌，刚哇做节目的时候也在听。马上。好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坏乐团，然后今天坏乐团的鼓手光和来，那我觉得应该要让光和自己讲一讲他们乐团的一些经历啊。你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啊？我们乐团是从国中的时候，国中，大概哇大概塞4年前而已吧，还好没有很久啦。对对对，国中，你们国中就每个人就国中开始就玩乐团了吗？还是你们是国中才开始碰乐器玩乐团？就其实当时候我们就只是几个很喜欢唱歌的国中生，然后觉得音乐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可能在洗澡的时候想大声唱歌啊，就是最好的发泄。每个人都想当主唱，就对了，没有人要当乐但手。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我们主唱是在同一个比赛上面遇到，哦，然后为什么他会当主哇唱，就是因为他得第1名。哦，那你是什么我第二名？没有名，我没有名，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决定，所以每个人的乐器是怎么分配是这样子来的吗？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有学过打，对对对，哎所以我就自愿就当鼓手这样。对对对那主唱叫什么名字？主唱叫子渊，子渊，贝斯手呢？贝斯手叫喜文，然后吉他手啊？叫陈恩。吉他手弹电吉他还是木吉他？都有。现在是主要是以电吉他为主电吉他为主。对对对就团员就总共4个人嘛。对，只是我们以前比较走 unblock 的部分，对是你都不打爵士鼓的意思，还是？就是以前比较走木箱鼓啊、2把木吉他这种的配置。对，所以什么时候学坏的？怎么坏？我只是觉得打爵士鼓很像比较帅，这样。哎，为了帅啊，各位啊，这个乐团是为了帅啊。没有啦，没有啦，其实自己真的很坏我自己喜欢。但是一开始就有创作，还是一开始也是从别人的歌开始啊？当然是从别人的歌开始，就是模仿、模拟这样子。你们一开始是练谁的歌比较多？属命的啊，这个讲话就不对了，但是没有啦其实蛮对的，蛮对的。我的歌也太难唱了吧？就是不，如果是母语歌是不好唱啊，真的不好唱。中文歌可能还可以。其实我们乐团第一首在网络上有被人家分享的影片，是我们主唱唱那个《听见下雨的声音》。哦，对对对对对，刚刚分享超多，400吧哇，400多分享。天哪，你对啊主唱难怪是第1名。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们主唱唱歌的声音，这样，但也可以期待光和打鼓啦。不是，所以你们这次是打爵士鼓还是打？哦，我们这次是 full band 的配置。哦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创作大部分都是谁创作，还是一起创作？其实我们3个人并没有觉得说创作这件事情是谁的责任， Okay. 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希望在我们的音乐里面让人家看到很真实的一面。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学生，我们尽量不要去跟那个现实的框架去做太多的冲突，所以我们会想要尽量创作，不只是可能主唱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创作的一套模式，所以创作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4年都在创作吗？还是其实创作应该是这几年才开始？大概两三年前开始的，怎么会有创作的想法？开始？因为唱别人歌唱得很无聊。哇！没有开玩笑，这是对的，开玩笑。没有错，就是要做自己的。就创作有时候，我觉得是因为听别人歌也是一种享受了。对，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歌里面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真正想要表达的时候，我觉得创作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对对对。然后你们又full band，我觉得在编曲上面可能会有更多刺激感可以跑出来。对对，但是我也想要去尝试。那你们都是在哪里练团呢？我们练团其实现在因为大家比较分散，或是课业的关系，所以可能是会在演出个前1-2天大家聚在一起，要不然就是可能就是6日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主唱现在人在南部，然后剩下都在北部，就是可能就到北部来就是练习这样子。还是要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看谁？一个人买票比3个人买票哦，原来对有投资理财概念。对对对，没有啊，还是控制预算的。一定要控制预算的。对，资源不足啊。对啊。那你们这次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你们这次有几首创作，还是全部都创作？哦，我们现在是全创作。哇塞！对对对对，全创作是一个我们很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比较帅吗？很酷的事情。怎么说？就是在去年吧，就是歪乐团他完成了57场吧，就是巡回演出是吗？我们巡回5场，可是剩下都是就是演出这样子。总共50几场，而且他们其实有一首歌在 Street Voice 上面有上到
榜首，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哦，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你，介绍一下这首歌吧。这首歌叫《错过》，可就是是其实刚刚播的，就是对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自己蛮讶异的，因为这首歌其实年代有点久远，这是我们吉他手在国中的时候写的歌，而且就是太强了吧？对，然后就是我们有出一张小张的 EP，叫《青春告别式》，然后那时候就有放这首歌收录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网络上，莫名其妙就第一名我。觉得可能触动了一些跟你们一样心情的朋友们。我在想，对因为其实张悬也是国中才写好《宝贝》的啊。哦，他国中写的《宝贝》，天哪，这首歌也太强了吧！我记得有时候一种初衷，一个很纯粹的情绪创作出来的东西，有时候真的很容易打动别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件事情。有时候作品本身就会有那个影响力，会让大家觉得哇，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就分享给别人。像有时候我自己写歌，现在有点油条，写不出来比较纯粹的，就很羡慕你们啊！你们通常都在那里聚会，一定要我可以插一卡吗？你要找回那个感觉。找回初中的感觉啊！但这次应该也不算是你们，就是你们应该演出经验累积蛮多。听你们刚才讲，就是说去年就57场嘞，是有一些有一定的演出量。会不会现在对表演就觉得还好，收这样？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每一次演出的那个氛围。屁啊！等一下，我看你的表情真的真诚啊！你这样讲，观众也看不到啊。啊，观众看不到，那我拍下来，传上去，很坏耶。对啊，你们这次表演，你说有点紧张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我其实去网络上看了那个场地的影片，我嗯，觉得场地很棒，对，非常非常大，而且还有很大片的 LED 对，墙。而且其实现在蛮紧张的，因为苏明老师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就不是用紧张啊。哦，我现在就后生可畏，我都觉得我快退流行了。刚在外面看到一堆奖杯，就说哇靠，有一个还有倒下去的，看到神这样，看到有一个倒下去的破掉，有没有看到？我有看到，地震，不是地震的问题啊，对，话题先不跳过去，现在聚焦海边的孩子，坏乐团没错。然后呢，那你刚才讲的紧张，除了那个以外呢？就是我觉得演出是对观众的一种交代，就是会希望不能够就是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很随便，就是当然会给自己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会想要把演出尽量的越进步越好，越能够有一个专业的程度，那种当然是最好。所以我蛮好奇的，就是是我刚刚我们私底下也先聊，就是你们乐团的编曲或是整个表演的内容物，就是大部分是有一个人在主轴的，还是其实大家都有办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在我们玩乐团的初期，我们比较多音乐的部分可能是掌握在我们吉他手的就是想法里。可是现在我们会希望说，因为我们是一个乐团，也是一个团队，我们不应该谁的比重过于强烈、过于重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是一个共产党的世界啦，大家各一起承担啦，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去表达，想要去创作啊，这样子。那这样会不会有冲突啊？如果你们在玩音乐上面，像我自己也有一个乐团，图腾乐团哦。我们每次在音乐的路上，如果很多记者要访问我们，最深刻的事情通常都不是表演，就是吵架。我们乐团超爱吵架的，吵到现在这个图雷都吵了老半天。但你们在音乐上面，你们自己会乐团员之间会有很多的吵架，还是你们觉得音乐上面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吵架感情才会变好啊！哎，哇塞，床头吵，床尾和，是这样的意思吗？就是创作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也不一定是创作，可能是生活一起都就是度过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对吧？像其实我之前记得有一次，这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在元旦的时候参加一个活动，算是一个路跑活动，对。可是那一次活动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类似那种路边的驻唱歌手的乐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场地方给我们的尊重的那个程度不够，然后那天又很早，我们又很累，对，元旦5点路半跑，5点半要表演，对，我知道早上唱歌超痛苦的，然后前天还烤肉，然后跨年，对啊，跨年，然后我就跟我们经纪人在路边大吵架，那大概100-200个人这样跑过去这样看我们，对吧？你来吧，怎样？那是一种行动剧的表现，就会发现就是这个过程，这些东西会真的是这200，就是让人家不止100-200个，哇塞，那的确印象蛮深刻的，对啊。
后来你们感情有变好吗？你确定你们感情有变好吗？还是从此之后心里面有一个裂痕？不要这样子对，在线上，对，经纪人有在听哦经纪人有在听啊，没有啊，这些都是还是我现在告白？也，这些都是乐团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作品跟他们的表演，那也是一个团最棒的事情，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是的，我是这样看待的。然后每个时代、每个乐团或者他们自己在表现自己的过程中，一定是透过这些生活的累积的。我是，所以还有时候会问一下印象深刻的，但大家都会比较想要问表演的印象深刻。但像这样的问题，你们有比较？我看你们表演很多那你们有什么表演是特别印象深刻的吗？我记得去年我自己印象最深刻是我们自己乐团的台湾巡回的第一场，在台北小河岸。对，那因为那指标性的地方会紧张的原因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演 full band。对，然后就是我们的巡回，然后刚好去年才开始。对，然后刚好也是刚好那天运气比较好一点，就几乎票都全部卖完。哇！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很谢谢，好呛啊！哇！你要叫其他乐团怎么活啊？没有这个意思。重点是就是那天人太多，就有点紧张。OK。对，然后我连鼓棒都拿不太好。人少才要紧张吧？人少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哦，对吧？不会啦，我觉得你们应该包括你们的这次的带来的曲目，我相信应该可以给很多观众很不一样的感受。是，我会努力的。好啊，有什么特别要跟观众朋友说的吗？有没有？没有了，好了，结束了，很快，真的要结束了吗？没有了，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现在线上的朋友说的？对，因为难得机会，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其实真的很难得来到广播电台上面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结束之后，你要再看到他们，就只有可能网络上啊，或者是5月18号来到海边的孩子一次看4组，所以线上有没有想要跟大家问问题的，或者是观众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对，在讲这个之前，我还是要给他一点压力，因为这次冠军是可以去日本表演的。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出国见世面，你知道世界很大，然后这些决定权都要在这些好可怕！观众的手上，你看一张票一事情的概念，真的是一张票一事情的概念，很坏了，一张票换一个开眼界的机会。当然，说明你现在讲这个，等下关口不一定会紧张，因为他可能讲完的，等下后面的都很紧张。好，没有了。好啊，那就还是要跟观众去就是讲一下你们乐团，然后你希望有什么话跟他们讲的。好，没有问题。那我再介绍一次，我们是坏乐团，然后我们很开心可以在这次海边孩子就是受邀演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一个不错的活动。其实我在来的时候有粉专看一下一些过去的介绍这样子，对，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可以参加到这个活动。对，然后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支持坏乐团，送我们去日本演出。掌声！好啊。OK， 对，好，那我们今天关于歪乐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关河，那今天也先谢谢我们关河来到我们的现场米大广播电台，谢谢。那所以今天其实海边的孩子不止关河，歪乐团在这边，其实我们竟然是海边孩子表演者就有4组，对啊，4组啊，但我们现在看不到其他的。所以我们这次，因为我觉得坏乐团的等级太高，我们现在看不到。哇！好，那我就等一下听看怎么跟其他乐团就是聊天啊。没有啦，就是我们呢，因为其实今天其实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真的。那并不是所有的表演者都有机会，但是我们其实有邀请他们，就是在提前受访的部分。对，所以呢，等一下，说明我们也可以先休息一下。好，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米大大小事的时候，我们邀请我们的努努吗？没错，我们努努呢，在今天之前，其实有找过我们其他的这次的表演者，对，有录了一些话想要跟大家说。哇，对，所以这次4个表演团体，大家都录到话吗？
都有，真的哦没有都有的有来到现场，真的啊像外乐团好的有刚好有来到现场。那下一个呢，我们就是给苏明先休息一下，好啊我们来听听就是关于发二代想跟大家说的话。那我们一样谢谢苏明，那就现在时间就是9:45，那你等一下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发二代乐团由努努访问的小圆台。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发热带的女主唱。你很会耶，你小怎么那么会接圆话？台天哪！这一次有被受邀到那其实真的个是综艺，海边的孩子要做演出，所以我现在做一个预录的动作，还还要跟大家讲，对我不在现场哦。好啦，就是其实发热带乐团也是蛮开心的，可以有这一次的演出机会。那可以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个来自台东的乐团。那其实平常呢都是做一些古谣的传唱啊、学习跟在创作的动作。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很好听的创作曲，会在这一次的比赛跟大家分享。因为发热带它其实是阿美语发着带的意思，我只是发音有点不准，因为我是卑南族。没关对系，，反正发热带就是很热的意思。然后当初在创立这个团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的团员几乎都是阿美族，我们都是混血啦，阿美族混卑南族，我们是美南族这样子。然后就是会用这个发热带的团名呢，是因为大家就希望就是借由我们的热情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这样子，然后就让他觉得很发带，就听我们的音乐会很热。其实发热带它我们在演出的时候，那个编制可大可小了。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次为了海边的孩子呢，我们就是安排了一位就是提琴手，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提琴的部分。对，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要怎么跟大提琴做结合，我只能说来现场看就知道了。在那个演出的当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站在台上的我们，而是坐在台下听着我们唱出就是我们想让大家听到的东西，然后有接收到的那些人，其实我觉得比我们站在台上的人更重要，所以我们会很希望，也很想要跟现场的观众做互动，尤其又是唱就我们自己写出来的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天哪，就自己先小剧场300次。我每次只要听到大家大合唱，我其实都很想哭。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像这种就是互动的东西啊，它这种是每一次呈现出来都会完全不一样，我很享受那种感觉。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跟着我们一起大声的唱歌，一起分享我们的音乐。现在在听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去买票的话，现在可以马上打开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都有我们的购票的那个资讯，有没有？非常的欢迎，我很期待啦，很希望可以跟现场的所有人分享我们的感动，我们的歌声，我们的所有一切喜怒哀乐。虽然说你们可能不是那么想要接收，可是我就是要分享给你们，就很傲娇，有没有？对啦，希望还是大家能够来到现场，因为很多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是要有你们才可以一起完成的，所以我们就是5月18号在三创生活园区跟大家期待见面，好不好？非常感谢发热带乐团的女歌手小圆台来这边跟我们米大广播电台的大家分享。那再次谢谢小圆台，谢谢。Hello， 欢迎回到米大广播电台，小恩又回来啦。那这次有没有发现我们 Sumi Talk Time 时间非常长？太长了吗？不会，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欢迎大家陪我们到11点。不要这样啊！大家还是要睡觉。我相信我帮我问一下啊，就现在线上的所有朋友，打个招呼，一起陪我们哦，一起陪，来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会延迟，所以要等一下。真的，对。哦，那今天除了刚刚我们邀请到外乐团的关和鼓手来这边之外，今天我们也邀请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创作能量的新生代而且他很厉害。你现在听到的歌是来自他，说不定记得巴西瓦利吗？啊，我知道那个，在去年巴西瓦利上面，他其实这位我们的新生代歌手是有得奖的。
对，一定要把奖项先搬出来看一下，先要你下一下。那等一下再问一下分享率多少？喂，不要这样子。我们是一个就是和谐的平对台，我们是大家互相认识，不是要比较呀。没有，比较是私底下的事情。所以这首歌其实是来自于 Logan， 他的就现在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Logan， 他是去年嘛的创作叫做后山 feeling，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等一下也可以跟 Logan 一起来聊聊这些事情。我们就来欢迎 Logan 呀，欢迎 Logan， 各位米大广播电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ogan， 耶！后山 Logan， 后山 feeling， 后山 Logan 直接改名了，后山 feeling， 后山 Logan 啊，这样好像有押韵呀。这是去年的作品啊。对，去年因为参加那个巴西瓦利的音乐竞赛，然后因为那比赛，所以写了这首歌这样子。哦，就去年才写的。对，没错。因为比赛，你的 feeling 就是这样子吗？啊，对，没有，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因为这首歌算是我第一个蛮正式投入族语在里面的一首歌曲。对，你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从啊？对，我没有讲，我是来自花莲的德鲁古泰鲁格族。对，所以创作就是用全泰鲁格族，还是有加中文？我这次这个是混合的 mix， 这样，哎。还要露英文，mix 要国际这样，因为刚刚光和那一段太猛了，我想说我要找别的突破点。但是创作是从以前就开始有在创作，还是只有去年才开始的？也大概从大三的时候，对，其实跟光和比起来好像蛮晚的，他不是国中，对啊，国中。我刚刚一听直接吓傻，我也这样想说，我国中在干嘛？对啊，我可能还在玩土吧？为什么要给我压力？大家都互相给压力，没有在客气的。对啊，不过就是创作这件事情，为什么你大三之后会有开启这样的想法？哦，因为其实是这样，就我们那个时候大三正值要面临大四要毕业了嘛，然后我们系上一直以来都有所谓的毕业制作的这个一个选项，就是你必须你毕业你要做一个作品出来啊。对，那原本我是读广播出身的，然后我们系上的选择当然就是有可以做广播剧啊、广播节目等等。结果那个时候我有个朋友，就也是我现在这个贝斯手，对，然后他就跟我说，那还是我们要选择做专辑这样子。专辑啊，对，专辑就是10首歌哎，就是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10首歌，含中间那个一些桥段就10首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还是我们要做专辑，因为刚好我们的上一届开始第一届有人开始做，就专辑吗？对，系上说可以，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也这样做，然后我就说不是一首歌哦，是专辑，对，是专辑哦，然后他说好，那现在我们2个人嘛，他说那我们凑到5个人的话，这个局对，重点是有前提，就是我们要凑到5个人，没有的话我们就各自分散去看要跟去搭别人的组干嘛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索性还真的就这样东凑拼凑，然后毕业制作的小组就对，然后找了可以打鼓的，可以弹琴的，对，然后就凑了一个团队，然后就做了一张专辑，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歌这样子。就全部的歌都你写，还是大家是分？因为那个是创作嘛，然后所以变成说就是大家都有负责几首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你是才开始写歌，还是以前你本来就有一些音乐的底蕴呢？比如说你有自己在弹琴或者是干嘛？我弹吉他这样啦，但是也没有到写歌的那种地步。对，也是从模仿开始就跟人家玩乐团嘛。没有，我反而不是乐团出身，当然我大学那个也算乐团啦，就大学那个就毕业制作那个。对，但是前面其实我不是什么玩乐团，我以前就是一个很平凡的男子，就是你知道，男生就是男子啊，就是运动啊，就很喜欢打球啊，对啊，这样，然后人家国中就在写歌，我们从国中打球打到大学才开窍。也是啊，但至少创作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嘛。对，后来就一路做完这张专辑以后，就觉得哇，这个事情还蛮好玩的，这样。你说写歌？对，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就我来一直做下去，这样好了，然后就一路弄到现在。所以你在做的 demo 都是你自己做的，还是要找其他乐手一起练？因为后来我们乐团做完那张专辑以后，就大家各自有那个工作，这样，我们就那个毕业之后大家就先不解散，对，先不解散，但是好像也没有新作这样子，大家就各自努力这样子。但是创作这件事情反而是你自己做的在持续的。对，然后后来就想说，
既然开了头，然后就开始慢慢自己研究啊，然后开始自己编东西。哇，那你知道你这次可以来参加海边孩子是谁推荐的吗？你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这边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因为我应该看不到。我们没有让你知道呀。但我们这些莫名其妙总会有人推荐你这样子的。但是真的听到你作品的时候，觉得也是另外一种创作的典型啊。对我们来讲，这样是虽然现在才知道你大三才开始创作，但我觉得创作早晚都不是问题，主要是那个心情的创作，有时候是一种心情的累积，然后那些累积可能会变成一个有共鸣的作品。对，就像他们有歌大家有共鸣的时候，自然而然在网络上就会被很多人听到，然后也被很多人分享。那后伤 feeling 这件事情，去年这样创作完，你自己到现在还有在持续有新的作品？有，因为今年下半年有蛮多演出的，所以就还是有要持续写歌，然后或者是把以前的一些 demo 把它再重编，然后拿出来表演。对，今年下半年。对，下半年蛮多演出的。但你演出是从创作之后才开始才开始有演出的吗？就是大三之后。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音乐以后，然后就慢慢。可是你们乐团分散的时候，你演出怎么办？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乐团一分散以后，当下就是会哭会哥，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啊，难过，先难过了，掉眼泪这样。对，人家是船头草船尾和，你是直接分散了。对，我直接分散，直接离散。那当然，那时候各位寻求新欢了啦。对，然后一先暂时休止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要这叫什么，慢慢再重新起跑，这样子累积这样。失恋之后要再整。那我觉得大概去年就是那个点吧，就是有一点像是又慢慢爬回到一个可以被大家看见的一个。但是你大部分的作品应该都放在网络上。对，我大部分作品都是丢在网络上。所以我也蛮好奇你怎么表演的。我表演吗？对啊。我的表演就是要看情况，有时候我是自己来，那就可以看要那个编制要怎么安排，有时候可能是很简单的，对。那如果想要丰富一点的话，我就会找乐手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以前一起玩音乐的那些朋友，就是贝斯手是以前毕业制作。对，然后我们一直后来还是有联络，感情还是很好。对，就只有他还没有跟我分离啊。有啊，音乐一定要有同伴哦。对。然后同伴是互相支持最棒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海边孩子，你们会把整个编制都拉出来？会，这是我们编制。我后来发现我们这一团好像是最大的，不小心一看就是讨论一下，发现我们人好像是最多的。哇塞，人海战术就在对，这只好比人数了啦。啊，没有在怕的，就对。站出来就先下，这样让我们裁判很苦恼啊。这么大编制，好啊，大家就是没有在怕，所以现在海边孩子，你自己的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要跟观众讲？我非常期待，就是其实我很期待可以就是走上海边的孩子这个舞台，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台下看。我从小河岸的时候就，我也是，我们从国中一直在台下看。不要这样子，不要再 Q 别人，一定要回去，一定要讲一下。我们国中看到大学还在台下看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上来，所以就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分享自己的东西。对，所以希望在5月18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不管那天来的人是要看谁，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那天晚上享受到很棒的一个情绪。但那天你还有歌单可以透露吗？不行，还不行，要期待感，要期待。而且这边跟那就让大家自己先上网去做功课，去看一下 Logan 的一些作品。那会有新歌啦，完全没有露出过的。哇塞，你们真的有新歌哇，完全没有露出过。然后这首歌就是有很大量的族语了。对，然后我对这首歌蛮有自信的，因为我必须讲，因为我们的话听起来比较生硬，就是我们族语咬字起来会比较凶狠一点。但是我把它做的德国腔之类的吗？有一点，我必须讲，就是会有一些嘎的那种口音这样的，对。所以，但我把它做的很这个欧陆电音之类的嘛，比较柔情一点，柔情啊，对。所以我希望那天大家晚上的时候可以整个很放松，对。放松，对不对？对，放松，应该不是放松。小恩其实要来说一下，就是我统整一下，我不知道线上的朋友有没有把刚刚听到的，就想要帮你整理一下。Logan 这次会在演出中
带来最大的编，如果没有对最大的编制。第二个是还有新歌，对第三个是刚刚有粉丝说，就是 Logan 演唱的舞蹈也是种魅力呀。你会跳舞？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呢，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啦。跳舞这件事情，跳舞这件事情，对啊，哇！我没有看过有人在海边孩子跳舞哦，对，完全有啦，有人跳那个马里古拉，就是牵手舞啊，对啦，传统舞蹈，但没有看过。你是要跳什么啊？那我可能请大家期待一下了。我们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升降舞台，也没有吊钢丝这件事情。我就想好逼迫人哦，但是真的有粉丝留言，小恩在好奇心就很。OK， 我想那个眼睛很利哦，这么多好像看到了。就是大家也不要记者在旁边留言，小恩都看得到这样子，我们都还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留言，跳舞真的是有心吓到我。这是真的很用心，真的。对，就是在历年海边的孩子，就是听到，其实大家都精心准备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在里面。对，所以真的不要错过。对，那 Logan 还有什么其他就是可以分享给我们这次的现在线上的粉丝们？呐喊一下，拜托大家来看，一票一事情又来了。一票一事情，对。但我重点是，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现场看，然后因为我觉得那天一定会非常的棒。对，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那个能量了，还没演出，但是已经感受到了。但因为我自己非常我非常期待，然后而且我准备的我自己都觉得很棒啊！我没有，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身为一个表演者，你一定要觉得这个表演你自己都觉得很棒的时候，观众一定也会觉得很棒。对啊，台上的人有那个 enjoy 的感觉之后，自然而然就会让大家也一起感受到音乐上面的事情。所以线上的朋友，如果你要体验一种享受在当下的感觉，你千万不要错过海边孩子，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前面的外乐团也好，或者是我们的 Logan， 甚至今天没有来，但是我们另外两组都会给你非常非常享受的表演。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后生可畏，哇，不得了！有感受到吗？对啊，我觉得好像我越来越幕后，只能退到主持人的位置上了。小恩，我们一起联合主持好了。当然，我还是很期待这样很多很不一样的创作可以介绍给大家来听到。然后这也是海边孩子这个舞台一直以来的初衷。然后当然也很希望大家就是说，虽然或许有些朋友对这些乐团不太熟悉，但是我希望大家给这些乐团多一点的机会，然后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其他朋友们，让大家知道海边孩子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也让这些新生代的创作乐团们有机会作品给更多人听到。那就希望大家帮忙多多推荐海边的孩子，对，多多宣传耶。那其实呢，我们的海边孩子是还有明信片，就像刚刚前面讲到，你可以到我们台湾各地去领取这个明信片，你可以拍照，然后把你在明信片上写下你支持的人，然后拍照，都有机会抽到，就是我们2张门票。OK， 那海边孩子这个舞台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原住民的新生代，其实我们的风格非常非常多元，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不管是原住民元素在里面也好，或者是母语创作也好，可能大家的印象还在我们可能没有接触太多的人，印象可能还不太多，可能还会在比较以前，对，或者是在一些古调上面。但其实族语的创作，其实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多元了。所以呢，我们这次不管是在海边孩子推荐上面，其实我们线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有推荐海边孩子的表演者的，也可以举手说一声。那因为你们的推荐，所以我们发现了更多多不一样多元的声音，所以感谢大家，对，感谢大家。所以在今年的海边孩子5月18号，千万不要错过，在 Crabbe Studio 在台北。OK，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苏明跟我们 Logan， 耶！好，那接下来呢，除了 Logan 之外，还有我们一组表演者，但他今天没有办法来，是来自我们 Givi 的 2.0 乐团，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一样 ，Lunu 就特地帮我们去访问了就我们的 2.0 乐团，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2.0 乐团跟我们一起互动访谈的过程。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就是我们2.0 乐团咯。现在时间是10点04分，你收听的是米大广播电台。这次的表演者2.0 乐团的主唱，虽然今天无法跟大家连线，但还是有些话想要跟大家说。这次我们会在2019海边的孩子演出，带来的歌曲大部分为中文创作，也会穿插族语吟唱。很开心能够到海边的孩子唱歌给大家听，
希望5月18号能在现场看到大家，还是要来喝一杯吧，还是要。Hello， 欢迎回到米大广播电台，现在时间10点06分，欢迎回来，我是小恩，还有我旁边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密呀，就来到我们下一个阶段啦，就是我们的苏密，对，我们的铁粉问问题时间啦，sorry， 你是怎样忙过头了？刚才有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忘记把声音关掉了，不好意思啊，大家那个就当做没听到，没有，我们只是在聊天而已啊，聊天没有不小心，不好意思啊，我们第一次啊，这是第3集了，对，第三集，我们有越来越好的趋势，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趋势，我会做得更好。那这一次的我们的铁粉问题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来跟我问问题哦，真的准备好了吗？20几题，20几题，超级多。我等下会问到，等下我想要上厕所。没关系，你上厕所我可以回答，你继续上厕所。 OK。那其实因为这次署名有从旧金山回来，有带来特别的礼物，所以这次有发问问题的朋友就是还有机会抽奖，但不是现在之后这样子。所以我们先掌声，如果现在你有在线上的朋友，我们掌声谢谢苏密，耶，真的谢谢，还特地带回礼物来给我们，就是也分享给大家，所以一定要进来拉铁粉社团，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出个小礼物啦，出个小礼物啦。好了，话不宜迟，我们就来回答粉丝的问题了。OK， 好，也太多问题了吧？第一个想知道哈娜婚礼的时候，署名唱什么歌？天哪，我妹妹婚礼唱什么歌？你们也听不到啊！等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大家很好奇什么歌适合婚礼唱吗？那我那一天有唱52赫兹里面的一首歌，想也知道，不是眼泪掉下来，是10年这首歌。因为那时候哈娜她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本来是她跟新郎就是一起唱的，但是因为他们可能时间不够了，但我也觉得说他们还要忙着去跟长辈们啊敬酒啊那些，我说那你们不要唱，你们还要练习啊，好多时间哦。所以我就说我来唱，哥哥来唱，你不用唱，哥哥唱给你听。所以就是我那天有第一首我就唱这首歌，唱10年，在婚礼现场的，当然不能唱，不要放弃，很怪啊。对，眼泪不要掉下来，也很怪。那都很好听，可是就是不是，所以就唱10年。10年唱完之后，然后我记得我还有唱，因为他的新郎也是我们都兰的年轻人，就是拉千禧的，所以我就邀请我的年龄阶层跟我一起唱拉千禧这首歌。对，就是这首歌收录在图腾放羊的孩子那张专辑里面，但我自己个人有时候偶尔会拿出来唱，但这次唱的意义比较不一样，因为新郎也是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也是拉千禧，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代表。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首族语歌超好用，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约定》。对啊，任何约定都可以，所以结婚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约定，所以后来就跟我把我们拉千禧邀请上来之后，也一起唱我们的约定。最后一首歌，我唱了一首教会的歌，叫做《野地的花》。因为我妹妹叫哈娜，哈娜其实就是族语里面的花，也是日文的花哦，就是野地花。然后我外婆他们身体不好，外公外婆身体不好，可是他们还是特地上来台北参加妹妹的婚礼这样。
这是我外婆跟我一起唱的第一首族语歌，那也是蛤蟆这样，我想说就献给我妹妹这样。好有心。对啊，就是唱，那也是那一天的那一天在婚礼唱的最后一首歌。所以看到妹妹就是交给拉千玺的哥哥，又是感觉是什么？就是他们结婚就结婚啊，就这样啊，要幸福就对啦。可以。好，那就是我相信我回答到柳丁的问题。好的，好，那我们就下一题喽。但是，请问苏明有打算将多次出国经验就是出书吗？出书有没有搞错？等一下，出书我真的没有想过的。但我的国外的一些经验都会应用在做阿米音乐节或海边孩子这样的音乐的策展的工作上面，是对我有帮助的。然后再就是在国外的生活，有些生活有刺激感，比如说我到新肯尼多利亚，有听到蹦哒哒，就是他们问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蹦哒哒是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去新肯尼多利亚，我可能也不会被这样的音乐冲击。然后这些东西的生活上面的这些冲击，也会冲击到我对创作上面的想法，所以那些出国的经验，大部分我会拿来，就会有一些是做音乐策展、阿米斯音乐节或海边的孩子演唱会。然后有一些也是对我的创作是有帮助的。那写书没想过哎，会有人想要看吗？其实它就是它有别人代笔，对啊，一种永留青史的感觉。OK， 好啊，那就是要麻烦别人，我自己写的很烂，我自己连歌词都写不好。不要这样说，等下还有其他问题就刚好说到歌词这件事情。好的 ，OK， 相信我回答到就是我们淑珍的问题。好，那下一题就是想知道索命何时会成家？哇塞，我黄金单身汉呢，我黄金年。好，那我们就维持在黄金这个状态。OK， 那后面是什么，大家就不必讲。好啊，要结婚要讲啦。然后你们会买我结婚的你们愿意接受红色炸弹吗？这样也怪怪的哦。有听众去参加歌手的婚礼吗？我不知道，问一下。但我记得就是之前蔡阿嘎，我在讲蔡阿嘎，他其实就有在外面，就是婚礼的时候，真的开放大家来。我有点忘记了，还是很多人其实是去那边吃免费的，很坏，很坏。不要祝福啊，是一个祝福啊，一个祝福，一个祝福，给个祝福好吗？我们就是暂时自己都说自己是黄金单身汉，我们就还是先祝福索命啊，有机会的 OK。好，下一题，想问索命，觉得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阿美语是哪一句？很简单啊，我爱喝，你好。对啊，如果到部落里面你没有讲这句，人家就觉得你在干嘛？爱喝，爱喝，啊有一个鼻音哦，爱喝，爱喝。对，怎么编族语课时间？怎么编族语课？这句要超好用的，因为你回答也是爱喝，问人家也是爱喝这样，只是语气会换。如果问爱喝。然后回答爱喝这样子，就是都用这一句。OK 哦，这位叫不会念，但就是可以学习这一句人与人之间句的阿美族语。OK， 好，下一题，请问演唱会的确切时间？哇，现在要公布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等，这么快哦？是海边的孩子还是我个人？应该是个人吧。我个人哦。下面也是一样的问题，想知道演唱会时间的。哇，我个人发专辑，现在预定是9月28号，教时预定啊，直接时间，对，直接，因为这样大家比较好存钱，比较好存钱。9月28，对啊，希望是可以大家来给我多多支持，毕竟很久没有发专辑，新专辑演唱会，哇！直接放送，但是现在的业务重点好像都是海边孩子跟阿米斯音乐节，慢慢的，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不会，苏命这个礼拜就有很多演出了，真的都有机会看到苏命。但是毕竟不是新专辑发表演唱会，好像也不太能够在里面唱新歌。但至少就可以让大家听，就是还看得到我的表演。对，我还活着，好好的。对，最近其实还有校园讲唱会啊，对，校园讲唱会就是，但是校园讲唱会就有些学校是没有开放给大家的耶。
那没关系啊，那就是网络上看的。但我们其实都会尽量在校园讲唱会里面，就是讲一些新歌的作品。对，甚至如果有公开的校园讲唱会，也会分享在粉丝专页这样。这社团的朋友们，就是蹦哒哒还我节奏的时候开始了，这样9月28号教师节开始。那还有就是顺便跟像到现在这样子的话，我也觉得小恩可以跟大家说，关于署命的就是校园讲唱会啊，其实我们这次讲唱会也有，就是我发现每个学校其实都有想要跟署命一起合作演唱的那个机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去的每一间学校啊，其实都有学生一起跟我们合唱，对，都一起，非常非常酷，而且还没有限定是什么歌曲，我觉得真的是超硬的，真的很猛哎，因为小恩有跟啊。每次都要换 key， 没有还要改男 key 改女 key， 女 key 改男 key。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如果想听到署命，这样好硬哦。如果想要听到署命唱萌哒哒然后又是公开活动，你们有机会记得一定要 follow 粉丝专页公开的校园演唱会，来到这边不只可以听署命的经验分享，我们还有就是讲唱会嘛，就是有唱歌的部分，那甚至还有跟署命一起互动合唱的部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不要错过。我们还有机会一直到6月，对，一直到6月，对，一直到6月，加油！也是。那顺便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月到下个月，其实还有政大、淡江、新庄高中跟辅大，对，所以如果这些学校的同学你现在有在线上的话，不要错过，对，一定要来现场跟署命一起互动难得可以听到他的故事，还有这次可能新专辑的故事都有机会听到，欢迎一起来校园讲唱会。好，扯远了，那我们就回到正题。好，下一题，请问我也想知道署命什么时候成家。好，刚刚讲过了，就是可以回播来听。好，下一题，周游列国有没有想过把当地融合母语写进歌里？这个有想过，但的确有些国家待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还是有一些困难呐。但我有时候它的刺激感不会是当下，因为当下有时候情绪很多，没办法写成歌。但通常都会因为这些情绪的累积，到了某个时间点的时候，才会慢慢把它变成曲子出来，所以可能也没有那么快这样。但有那个想法是有的。所以曲会很多，有时候曲的风格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感觉。像我在不丹有写过，但好像没有发表，没有特别发表。然后去新几内亚也有写过，他们那边有一些曲子，我觉得好喜欢那个旋律，但他们的语言对我来讲有点困难，只有简单的用手机把它录下来了。有机会，如果大家也想要听到这样的歌的话，也会有，但慢慢的这些作品会，我觉得这1年2年内我把它整理起来。OK， 好，那还有一个署命怎么跟外国人介绍台湾的自己？就是我的脸就是台湾啊，很坏，可以。对，我的英文那么烂，我有时候也觉得我怎么在国外可以混这么久。body language 啊，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笑容还蛮重要的。就是还有那个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也蛮重要的。有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不会想要，就是说太那种很硬的聊天，但是简单的互动，比如说吃饭啊，或者是玩音乐、弹吉他，这样互相玩音乐，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交流了。所以去外面的时候用笑容，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署命的例子。署命就刚刚他自己说了，英文其实没有特别好，可是其实用 body language 加印成简单的英文，这样也不是办法。现在有想要把英文练好，只是有时候工作忙起来，英文真的要常常练，每天练才有可能把它练好。对啊，这样有时候去的国家不讲英文的，有时候蛮痛苦的。真的有遇过，就是上去巴西也不是讲巴西也不是讲英文，好，还要在那边给你待2个礼拜、3个礼拜，我会疯掉了。好了，其实内心很阿杂。不过蛮好玩的啦，巴西第一次去南美洲这样，然后这几次有去印尼，我有发现印尼，我去的那边的年轻人的，可能是那边比较特殊吧，他们年轻人的英文能力还蛮好的，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对啊，而且蛮标准的，没有太多的特殊的腔调，都猜得到啦，不用猜的啦，就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猜了。
好的，下一个好，下一题，想问今年发行新专辑里面会不会有 bonus， 像是中山女神的歌有没有机会再拿回来重新诠释，或者是上次参加梦见蹦哒哒听得如痴如醉的一些歌，对，还有一个先问这个问题好了 ，OK， 有没有 bonus 在这次的专辑里面？有啊，这张专辑整个都是蹦哒哒，不是 bonus， 蹦哒哒，蹦哒哒bonus， 等一下 ，bonus 是怎样？蹦哒哒都还没做完就要马上 bonus。不过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焦点可以放在蹦哒哒，可以期待这个事情，因为毕竟做了5年了，就是什么样的心血都放在里面。那我的工作伙伴也大家都很辛苦，就是有时候人在国外，然后用遥控的，像是我的制作人的小龙这样子，对啊，好可怜哦，这里会有遥控的这样，但。我觉得希望是这个东西，但如果大家还是很喜欢那时候的蹦哒哒的巡回，有些作品或许可以在演唱会有一些表演，也说不定。那我会唱给大家听，好，然后会在一个适合的时间点，也把这些歌收录成，可能变成一个单曲或 EP 之类的，跟大家分享。好，没问题。那就是因为时间有限了，所以我们问题很多，那我们超多了，讲得快一点。好那另外一个是想再问一个问题哦，请问之前说明说你不太写情歌的，但是新歌的胡子，它就是一个正宗情歌啊。那请问你这么正宗作曲动作，不是作曲动机来源是什么？这个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哦，就是说我其实蹦哒哒的歌词，我一直在想说我可以写什么。如果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过程，然后变成是我这个时代我在写。我发现那个时候的长辈们在做蹦哒哒的，尤其是邻邦歌的时候，很多的思念，就是说很多蹦哒哒都配合思念的歌词，然后思念有思念家乡的好，思念爱人，思念家人，这样思念朋友，这样思念一些过去的美好这些事情，这样。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变成一个蹦哒哒很重要在写歌词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就顺着这个脉络，我也开始写这样的思念的歌词。其实图腾时期的时候，大部分的思念比较像是一个比较大的，比如像家这样。那我觉得这次的作品可能有这样大的想家，但也有一种小的想某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思念的情绪。对我来讲，哇，好像就很久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刚好这个作品，我觉得蹦哒哒有机会让我写这样思念的歌词、情绪，然后我也开始练习，用很多的中文去看看有些思念的想法是跟别的歌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希望在这个作品上面也可以当做一个还没有介绍过，没有，因为大家只知道蹦哒哒音乐的脉络，但没有音乐风格的脉络，但没有知道蹦哒哒歌词的脉络。刚好这时候讲出来，所以其实是源自于思念这件事情，也是来自于以前民班歌的时候，民班歌的时候的歌，对的那个风格的延续。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这样类似一边走路一边掉眼泪的。哇，其实都是很直白，可是就在做思念这一件事，就把它白话，可是其实是感情浓厚在里面这样子。我其实也刚好就接到下一个问题，因为他下一个是来自可乐，他问说 Kola， 他问说索命即将推出新专辑中会有开心的歌曲吗？因为之前听到抢先版好像都很悲伤，可是其实也跟思念这件事有关系。所以思念有多种情绪，有时候想到好的也会很开心，那也有些想到难过的，但就跟着情绪就会比较低落这样。但我觉得作品本身就是这样。我自己好像在以往的作品，思念的情绪大概只有在早期图腾的时候有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后期的比较是当代的心情，当下的心情啊。但这次蹦哒哒也会有一些快乐的歌，对，还没有，你们不要太急啦，现在才4月，所以一定要1个月，每个月听一次新的新歌，你就会发现可能越来越开心。也许吧，我就问一下苏明了，可以期待一下，每一个作品的样子都不太一样。那下一题，想知道跑校园讲唱会时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啊，有2种，一个是太冷静，一个是太热情。就是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冷静？这些学生怎么了？
是不想听了吗？这样有时候因为我通常我表演，大部分还是就是熟悉我的听众朋友们会来听嘛，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主动来听我唱歌。但今天去校园，便是我主动去校园的时候，真的会碰到那种超级冷静的学生们这样。然后那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那怎么让他们就是有点像重新自我介绍，当然还不错啦。后来虽然他们都很冷静，可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还是有签名拍照啦。感觉刚刚的反应有点跟后面的热情不太是同一批人吗？这其实也有学生的市场。是吗？是因为颜值的关系吗？人家广播看不到。没有。我一定要跟现在在听的广播电台的听众说，苏命真的变瘦了，真的，为了这次的新专辑还特地减肥的。减肥啦，对啦，要一直修图也不是办法。我的设计师很可怜，每天在修图。但也有碰到很热情的，欲罢不能的。就有一次南实践真的让我太印象深刻。南实践大学把我当点歌机来点了。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看起来你也很想说在那里把以前的像我们两个都对啊，就是想说有些交流嘛，不要都是他们唱然后我唱然后他们唱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趣啊。但是有些歌他们的歌哇，我还是真的没有好好做功课，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在听什么歌，我比较不了解，但是也趁这个时候大家有更多的歌曲的交流也不错。所以其实像是刚刚所说的，在校园讲唱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桥段。对，你如果就是互动比较热烈的话，其实苏命会带来更多的惊喜。不用这样了，不要每次这样很累啊，真的不用每次，还要让苏命休息一下这样子。对，冷静也可以啦，冷静真让我紧张一下。就是其实我相信每个学校都有它的特色，就是跟苏命分享，所以欢迎跟苏命分享你的校园生活，在校园讲唱会的时候，就让苏命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就是更让学生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对，也让学生听到我们的歌，这样子。OK， 好，下一题，请问这一次专辑会不会有男女对唱？也太多问题了，现在让你回答几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快速的，就像这一OK， 有没有男女对唱？我其实有想过，我还在找适合的女生的歌手，我还在想。不过等到有作品的时候，我慢慢的告诉大家。OK， 好，下一个分享一下旧金山的收获。天哪，这个也太多了。我觉得这一题其实，因为我们这次的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留言的朋友都有机会抽到你来自旧金山的小礼物啊。对，所以我们在下一次这次留言我们下一次会直播，在就是抽签抽出3位，现在讲3位，然后抽到我们来自旧金山的小礼物，那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那时候旧金山。好啊，那就大家锁定一下。对，在社团里面呢，所以你要不然这个广播会广播到2个小时，对，超久，真的会到11点这样子。OK， 哇塞，好，来。记得就是我们抽奖的时候一定要来看一下，这样子顺便跟你分享一下旧金山的收获。锁定我们的粉丝专页。好，下一个，请问苏命到兰屿当地有心得可以分享吗？这是来匆匆去匆匆，我第3次快闪兰屿不到24个小时，天啊，也太赶了！但是我是第一次这个季节去的，对，然后有看到有听到比较多关于文化的，比如说他们的祭典的事情，还真的比较难得。我之前去的时候，飞机已经过了。已经开始在吃飞鱼了，而且很快闪，马上表演马上离开。那这次也是，但比较不一样，这次来到的是渔人部落，然后也认识一些野游部落的朋友，上次去都没有，对，那当然还是希望有机会再去一次来，然后在那边待的时间再多一点。可以，所以就是其实时间不够多，所以说真的新的，其实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兰屿。我相信兰屿的朋友其实也更想要分享，就是我有在杂货店前面跟那些大哥们，真是大哥们哦，大只的大哥们，他们有的刚打鱼上岸的都有，有蛮妙的，然后跟他们在杂货店前面喝饮料。
我是饮料，他们不是，他们喝的是心情。哇，大哥喝的是心情，所以特别感受到喝的是故事当地的心情。可以，欢迎大家到兰屿当地，因为兰屿真的是需要花时间去好好感受的地方，这样子。OK， 好，下一个，请问文博会的时候有哪些特别的内容是在参观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的吗？哇，这小恩还回答好了，因为这次文博会其实我们有用很多的方面让你去感受，这次的主题叫做感受一下。那不只让你用视觉去感受台东，其实用听觉、用我们的五感去感受，心灵也是包含在里面。真的要透露太多话，我觉得有听，但视觉已经是最有，因为对展览很容易想到。可是你一进去会场的时候，就有味觉、嗅觉，这个厉害吧？这不是在里面喷香精哦，没有，不是，是真正的那些策展的东西是有味道。然后先不破梗，因为你来了就知道，而且免费的，那免费的那个味道，真正的是台东的味道，而且是我们是活生生的从台东，这样讲，活生生从台东全部印上来，我们真的是把台东带到台北来，非常非常，但也很感谢那个展场有给我们这么大的尝试，就是除了视觉上面，还有嗅觉。那当然音听觉是我们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的，所以你会再听到，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展场上面会有一个听觉的渐层，这个很难形容就是你在这边听到的歌，走到地方之后，它会渐层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变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会合在一起，会很渐渐的变成另外一首歌，而且是在进行中很奇妙的对话跟留白。然后不会太干扰你在展场的过程中，这样，然后还有其他的有一些活动可以让你有触觉的感觉，OK， 所以而且展场的东西有东西也是可以让你有触觉的，对，包括你可以坐在那里，哇，坐那个坐的感觉，那个不是一般的椅子哦，我觉得是真的是惊喜大放送，对，完全把所以我也很难去形容大家怎么去看台东馆，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文字，但是你看到、你闻到、碰到、听到，你就知道那就是台东。OK， 所以是超厉害的，完全不会用文字这样子去，没有一点点少少的文字而已。就小恩知道，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因为就是让你感受，所以文字其实就不是这么的主要，而是让你去用。真的是用感受的去感受台东，超厉害的感受。后天开始到5月5号，对，不要错过文博会，真的不要错过。当然不止台东馆，有非常非常多的馆，台南馆、屏东馆、台湾馆都是。对，但台东馆蛮优秀的呀，一定要来哦。好，下一题，我们可能要快速一点了。生活上、工作上的地雷区。最不喜欢被问到的就是工作。跳过，哇，这么硬哦。好啊，但是工作有时候也。必须面对啦，我觉得工作就是一种生活上面必须负责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工作嘛，对啊，那每个人工作的压力都不太一样，当然还是得要去面对啦。我觉得大家其实来感受署命的音乐，就是其实那也不算工作状态但是其实就是署命的工作，其实就是像是类似这样，超多元的很多元，所以。就是很多时候要很多的思考去并进，可以感受一下，在没有压力的音乐背后很多压力。就是遇到署命就不要问他工作，就问他说，就是你最近怎样？有没有吃饱啊？等下去哪里啊？署命饿不饿？来，没有。OK， 然后下一个有没有最喜欢的一首古调？最喜欢的古调，目前的吗？目前我最近在文博会跟都兰的哥哥们有听到一首，我很久没人听过，很久没有都兰人唱的一个都兰古调。当然以前的古调是真的是没有名字的。所以我问了哥哥说，就是拉演出的哥哥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没有名字，我就不知道。可是这次大家如果有机会了，文博的最后一天压轴演出，这首古调会唱。哇，直接对，真的是完全，而且它是完全的都兰式的复音合唱的那种唱法，很特别，我也很难去形容，跟欢乐饮酒歌非常不一样。所以欢迎大家5月5号演变舞台，晚上6点，一定要来，一定会唱这首古调，我们辛苦苦练好的。
那也希望这些歌不要被遗忘了，就真的是哥哥们他们花很不会。好，下一题。哦，突然不见了。太坏了！为什么要逼我呢？我好好做音乐就好了，要叫我开画展，你们会不会太多元了？没有，是你真的太多元了。你们很坏哎。OK， 可不可以问别的问题啊？好，来下一题。新专辑会跟其他歌手合作吗？有啊，有想，就是说刚刚有说男女对唱，我曾经也有想过这个事情。那现在都还在创作的过程中，也还在找适合的歌手，看看有没有机会让我的这张董大大有不一样的气息。除了歌手，有机会 YouTuber 吗？顺便下一题。考虑跟 YouTuber 合作，但我要做什么？我只会写歌跟唱歌但好像 YouTuber 是一个大家也觉得蛮有趣的合作，那试试看好了。OK， 对啊。刚好有提到一个新鲜的想法，那我们就先把它收着。好，有机会跟 YouTuber 合作的话，还是你有推荐的 YouTuber？ 欢迎推荐大家给我们推荐给我们。OK， 好，请问想知道当策展的感想？累，好，很爽，累又很有成就感。我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策展，然后很感谢文博会，也很感谢台东馆这样子，然后给我这个机会做这么大胆的尝试。就是真的很少，没有，你应该没有看过这种展场，文字非常非常少，但是都是非常非常精髓，然后再就是全部都用感受的东西，留了很多东西是让大家去感受。OK， 所以当策展其实很累，但是它很有成就感，其实是真的把东西弄完的时候，其实很爽的。那其实我觉得，相信给大家看到我们策展之后当下的状况的时候，又是更不一样的感觉。欢迎大家一定来看这次文博会。好，下一题，不知道10年前拉铁粉跟现在正式组团的米大拉铁粉，署名觉得铁粉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铁粉们变老了，没有啦，没有啦，不是这样讲啦，真是陆陆续续变老。但其实我们要一起变老吧？这是很铁啊，10年前啊，讲到10年就是好吧，大家年纪都蛮大的，但也很感谢，就是10年前加入的，也很感谢现在才加入的听众。那可能会一路上看到我在作品上面的变化，所以董大大或许是这10年后的一个，因为毕竟前面5年有专辑，但后面的5年没专辑，然后但后面的5年其实有在做很多影视相关的，比如说拍52赫兹，然后做重探女神，也做太阳的孩子的配乐，然后还有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的片尾曲这些的，所以还是有一些作品的累积，但变化是最后，我希望在这个第10年的时候，有董大大这张专辑可以跟大家碰面，真的就是继续支持署名，一直到未来这样子。好，下一题，请问署名在校园讲唱会的时候，同学们会踊跃的发表意见吗？有啊，就是有些同学太热情了，那也有一些太冷静，通常这2种都会让我特别印象。那中学跟大学的有差别吗？在年龄层给你的那个互动？没有太多的差别，反而是学校的风气有差别。就是每个学校在引领学生的那个风气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今天你到国外去参加讨论会的时候，参与者也会有那种踊跃发表的？有，他们都会把我当研究对象，我容易被人家研究。然后有些问题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就是还好有一些朋友帮我做了很多记录，但米大团队也帮我做了很多活动的记录了。那其实刚好问到这个国外，那请问在国外出差交流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尝试用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当地的事情？很难，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视角的确会给我一个刺激。我就像一样的例子，就是新克里诺尼亚在流行，他们在流行雷鬼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把他们当地的节奏融进去了。这样的他就用这个视角来问我说：“你们台湾的节奏是什么？”我就一样被刺激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融入其实当地的视角来说，其实更多的是刺激感。是对他们直接从他们的你没有开这些雷达，你就接受不了这些刺激。有时候是这样的，那雷达每个人在开雷达的时候过程中都不太一样。然后有时候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比较能够把雷达打开，是因为我那些工作的外务会比较减少，那我反而可以专心在国外里面去感受这些跟国外的交流。
了解。好，那就是下一题喽。请问专辑会有更多族语歌吗？因为现在目前好像都是中文为主。对，它是一个尝试。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刚刚有简单的说明说，彭大大可能会承袭林班哥用思念这件事情当整个创作的歌词的主轴。然后但是你会发现林班哥的中文的过程中，它有些原住民的逻辑啊，这样对不对？送什么？送去台东省立医院，原来是相思病。如果相思病还要送去省立医院，我觉得这个只有原住民才会有这种转译的类似，但是听起来现在听起来有点土好笑，但我觉得那才是最真诚、最初衷的逻辑，没有太多转弯，但没有就是最直接。对，那是非常非常就是那个时代背景在用族语的思考，那演化出了中文的美感。那我希望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到了，那我还在努力，也希望很快这个专辑可以给大家听得到。OK， 好，下一题，请问苏密新专辑演唱会何时？就是9月28号教师节。好，还有最后一题哦，想知道新专辑的进度，想要哪回答？其实就是每个月都会有一首新歌，对，然后到演唱会的那一天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进度上，对，就是1个月1次这样子。然后新歌当然就是简单的发那个就躺着啊。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有专访就有讲到，对，哪里跌倒哪里躺好。好像最近这个话现在也蛮夯的，连蔡依林都写到歌词里面去了耶，太妙了。这就一首歌也是在说这件事情。也是，当然就是说这个时代速度太快了，有时候很怕跟不上的时候，反而是自己给自己太多的焦虑，然后我觉得我现在面临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我会选择躺着，先想清楚了再爬起来。OK，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哇，恭喜！全部回答题真的超多，真的大家陪我们到11点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我们的米大的拉铁粉来发问啊。那这次发问的铁粉们，不要错过我们在那个社团里面，我们都会就是会有一次的直播来抽出3位幸运的朋友，然后那就是这次旧金山的小礼品。对，然后那天也会分享就是关于旧金山的心得。OK， 好。那今天的拉铁粉问题到这边啦，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族语教学时间啦。刚好在前天的时候是妹妹结婚了，那其实关于结婚上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喜庆的部分。那我们在遇到亲朋好友的时候，应该都会祝贺一下。不知道在阿美族里面有没有就是关于祝贺的？祝贺的词比较少啊，但是就是说有一种情绪表达，比如说马赫勒杜吉大。马赫勒，我们现在很开心。马赫勒是开心的意思。马赫勒杜吉大。我们现在很开心。马赫勒杜吉大也可以变生日快歌。马赫勒杜吉大，这也是生日快歌的吗？就是我们很开心。杜吉大，所以嘛，杜吉大这样。杜吉大，吉大就是我们的受词。OK， 米大又不一样了，吉大这个时候要变吉大，都吉大。那我们就来练习一次，让我们的听众跟我们练习一次。马赫勒，杜吉大，马赫勒杜吉大，来大家一起念一次哦。大家一起念马赫勒杜吉大。有人帮我写出来，马赫勒杜吉大。有人把罗马拼音拼出来，马赫勒杜吉大，就是之后。生日快乐歌是阿美族也可以用这句，可以。OK，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族语教学啊，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多多使用族语，然后去跟不管是介绍我们关于原住民文化也好，就是多多使用才会多多认识一个。其实语言应该是一个族群很重要的文化基础，所以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练习。好，最后我们再讲最后一次我们关于这个祝贺的。好，马赫勒杜吉大，耶！那就谢谢大家，今天也谢谢苏明来到我们的米大广播电台，谢谢苏明辛苦了，辛苦了！哇，我们真的是1分43秒，然后陪到现在没有错。那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对，1个月1次的新歌分享要跟大家分享了。我不知道现在线上听众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这一次就我觉得这个气氛有点差很多。这一次的新歌叫做《眼睛坏掉了》，刚好我跟心脏宇宙现在放的歌就是，对，我们就不需要眼睛了。现在放的歌是我们的约定，然后其实很欢乐，然后突然这样变成我们眼睛坏掉了。不过我们耳朵还是好的。对，但这一次新歌真的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它风格有点差，有点蛮多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让各位来听听这上个月3月底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官方网站曝光的3月份新歌，叫做《眼睛坏掉了》。那4月份的新歌会在4月30号跟大家曝光，大家不要错过了。OK，那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来自于 Sumi 2019新专辑的新歌《眼睛坏掉了》。现在时间10点45分，你收听的是米大广播电台。忙碌过了头，想逃避寂寞，每天不停着努力的工作，也就这样的过生活，追着我以为的白日梦，期待过了头，变成了沉默，每天想念着能牵你的手，也就这样的过生活，不想太多，现在很糟，没那么好，这些我全部都知道，也都明了。你说你情况很糟，可是我眼睛坏掉了，我看不到，不如就去睡觉，我们就先别吵，一起走进梦境的山里，把所有不好说的过去埋葬掉。忙碌过了头，想逃避寂寞，每天不停着努力的工作，也就这样的过生活，追着我以为的白日梦，期待过了头，变成了沉默，每天想念着能牵你的手，也就这样的过生活，不想太多，现在很糟，没那么好，这些我全部都知道，也都明了。你说你情况很糟，可是我眼睛坏掉了，我看不到，不如就去睡觉，我们就先别吵，一起走进梦境的山里，把所有不好说的过去埋葬掉。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米大广播电台。如果喜欢，欢迎分享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会在每个月送你一首2019 Sumi 新专辑的新歌。我是小恩，我们下次见，晚安，拜拜。